1個月前，霍啟剛曝光新身份，立法會議員，呢個重要公職瞬間刷爆港媒頭條。呢個消息好似一顆石仔投入平靜湖面，激起層層漣漪，令香港各界乃至更廣泛嘅人群都將目光聚焦喺佢身上。霍啟剛跳出咗霍家第3代郭晶晶丈夫嘅固有標籤桎梏，以全新嘅姿態企喺公眾面前，令香港4大家族都不禁對佢刮目相看。新身份曝光僅1個月後，霍啟剛一個主動公開嘅舉動悄然傳開，如同喺輿論嘅火堆上又添咗把柴，唔單止令佢嘅口碑迎嚟爆發式增長，更令無數人重新定義咗豪門擔當嘅模樣。就連與佢朝夕相伴嘅郭晶晶都冇諗到，霍啟剛嘅蛻變已經超出咗所有人嘅預期。佢正以一種令人驚嘆嘅速度，喺人生嘅道路上書寫住屬於自己嘅傳奇。喺奧運冠軍郭晶晶嫁到霍家之前，霍啟剛喺港媒上其實亦唔乏熱度。然而嗰陣時嘅佢喺港媒筆下嘅形象，卻始終係流連於上流社會嘅紈絝子弟。即便與郭晶晶嘅戀情曝光初期，輿論嘅焦點都多集中喺跳水皇后高攀豪門嘅討論上，鮮少有人真正關注佢本人嘅能力同追求。人們睇到嘅似乎只係佢身上嘅豪門光環，而忽略咗佢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嘅閃光點。一直等到霍啟剛同郭晶晶舉行嗰場備受矚目嘅世紀婚禮，外界亦只係將其解讀為霍家嘅體面點綴。喺眾人嘅眼中，場婚禮更似係霍家展示家族實力同地位嘅舞台，而霍啟剛似乎只係個舞台上嘅一個配角。然而，誰也諗唔到，隨住時間推移，霍啟剛已經唔再需要任何頭銜嚟加持自己。一個公開、透明、主動嘅舉動，令佢再一次實現咗口碑嘅暴增，徹底顛覆咗人們對佢以往嘅認知。真正嘅轉變，源於霍啟剛跨界公職道路嘅堅定選擇。喺爺爺霍英東嘅愛國情懷影響下，霍啟剛鬆勢便深知一個道理：財富嘅意義唔係喺於佔有，而係喺於擔當。霍英東先生一生愛國愛港，積極投身公益事業，為國家同社會做出咗巨大貢獻。佢嘅言傳身教，如同種子一般，喺霍啟剛嘅心中生根發芽，影響住霍啟剛嘅人生觀同價值觀。喺成家立業嘅抉擇中，霍啟剛毅然將重心轉向社會事務。呢啲年，霍啟剛作為人大代表，連續多年積極參會。佢嘅提案涵蓋體育融合、民生保障、青年發展等多個領域，每一個提案都凝聚住佢對社會問題嘅深入思考同關注。佢深知，作為公眾人物，自己有責任為社會嘅發展貢獻一份力量，為民眾嘅福祉發聲。為咗延續霍英東晚年支持內地體育事業嘅夢想，霍啟剛全身心投入體育產業研究同賽事策劃。佢提出共建粵港澳體育環區嘅建議，旨在借粵港澳全運會整合資源，打造體育強區。呢個建議並非紙上談兵，而係具有前瞻性同可操作性嘅。霍啟剛唔單止敢於提出，更兼具實際操作性。佢積極對接政企資源，將研究成果落地實施。佢深入基層調研，了解體育產業發展嘅現狀同需求，同各方人士溝通交流，尋求合作機會。喺佢嘅努力下，粵港澳體育環區嘅建設逐漸有咗雛形，為區域體育事業嘅發展注入咗新嘅活力。常言道，隻說唔做假把式。霍啟剛用實際行動詮釋咗咩係真正嘅實幹精神。就喺外界逐漸認可佢嘅實幹人設時，2025年末香港嘅一場大火，如同一場突如其來嘅考驗，引發社會各界關注。喺場災難面前，霍啟剛秉持住實幹精神，迅速做出反應。3000萬港元嘅捐款率先出現喺名單上，呢個舉動如同冬日里嘅暖陽，溫暖咗受災群眾嘅心。不捐款嘅份量遠不止數字本身，更係於擔當。佢嚟得恰逢其時，為慌亂中嘅受災群眾送去咗定心丸，令人們喺災難中感受到社會嘅關愛同溫暖。
霍啟剛嘅豪門擔當喺呢一刻被徹底睇見，佢嘅形象喺公眾心入面變得更加高大。前不久，霍啟剛以193票成功連任立法會議員嘅爆炸性新聞，傳遍互聯網各個角落。呢個消息再次證明咗佢喺公眾心入面嘅認可度同影響力。從政之路毫無疑問又踏上咗一步台階。份榮耀唔單止引得香港政界一片譁然，更令香港四大家族刮目相看。喺霍啟剛成功跨界上桌嘅襯托下，其他嘅企二代、富二代略顯平平無奇，唔值一曬。面對鋪天蓋地般嘅採訪與恭賀，霍啟剛不卑不亢地表示會做好議員工作。佢深知個身份唔單止係一份榮譽，更係一份責任同使命。佢將以更加嚴謹嘅態度同更加務實嘅作風，履行自己嘅職責，為香港嘅發展同民眾嘅福祉貢獻自己嘅力量。然而，新身份僅曝光1個月餘，令人意外嘅事又發生咗。郭晶晶冇諗到，霍啟剛憑藉一個低調舉動又相約以全網圈粉，口碑迎嚟史詩級暴增。近日，霍啟剛主動公開個人財產嘅消息惹得全網沸沸揚揚。根據財產申報細節顯示，霍啟剛名下持有35項物業，橫跨香港、澳門、內地及英法兩國，其中僅7套自用，其餘28套全部用嚟出租。呢個消息一經公布，立刻引起咗網友們嘅熱議。唔少內地網友直呼太坦誠了，更有人調侃戲稱佢為全球包租公。更值得關注嘅係，清單中明確標注多項房產為與郭晶晶婚後共同持有。份公示清單詳細列明咗每套物業嘅購置時間、坐落位置及產權比例，毫無隱瞞。要知道，喺豪門普遍隱匿資產嘅風氣下，主動掀開財富面紗接受公眾監督，需要何等嘅坦蕩與底氣？豪門圈層多對資產狀況諱莫如深。甚至有不少家族通過複雜架構隱匿財富，呢種行為喺國內外並唔少見。佢哋試圖通過各種手段保護自己嘅財富，避免引起外界嘅關注同爭議。但係次次，霍啟剛擺脫家族光環，成為主動公布財產嘅透明公職人員。佢打破咗豪門貴族隱匿財富嘅固有印象，令大家睇到咗豪門公職人員嘅透明底色。份通透同坦然，早已超出所有人預期，同時亦令公眾睇到咗公職人員應有嘅姿態。彈幕上被密密麻麻嘅坦蕩蕩刷咗屏，可見霍啟剛嘅舉動獲得咗多少支持。僅憑呢一點，就足以令佢與眾多隱形富豪公職人員拉開差距。其實深爬落去唔難發現，主動、透明、坦蕩係霍啟剛一貫穿始終嘅行事準則。唔管係參與公益項目，定係分享基層調研，霍啟剛講嘅每一句話，都敢於願接受全社會監督。佢深知，作為公眾人物，自己嘅言行舉止都受到社會嘅關注同監督。只有保持透明同坦蕩，先能夠贏得公眾嘅信任同支持。也許正係份豪門稀缺嘅社會責任感，先令佢喺從政道路上越走越寬。有人話，霍啟剛嘅成功係靠家族鋪路，但細數佢嘅每一步成長，唔難發現，家族背景或者俾咗佢更高嘅起點，但真正令佢贏得尊重嘅係超越豪門身份嘅實幹同擔當。佢並冇因為家族嘅榮耀而驕傲自滿，而係通過自己嘅努力同實際行動，證明咗自己嘅能力同價值。其實答案就喺明面上，霍啟剛亦正面回應過。佢認為改名自己命運，令自己扶搖直上9萬里嘅兩位貴人，都係自己最親密嘅人。一個係爺爺霍英東，作為霍英東家族嘅長房長孫，霍啟剛鬆勢就活在萬眾期許嘅目光中。從霍英東先生嘅愛國實幹，到霍啟剛嘅透明擔當，霍家唔再只係財富嘅象徵，更成為責任同坦蕩嘅代名詞。霍英東先生嘅一生，係為國家同社會無私奉獻嘅一生。佢嘅愛國精神、實幹作風同高尚品德，
深深地影響咗霍啟剛，成為霍啟剛成長道路上嘅精神支柱。另外一個貴人，毋庸置疑係佢嘅妻子郭晶晶。有人話賢妻扶我凌雲志，呢句話放喺郭晶晶同霍啟剛身上，再恰當不過了。當年兩人結婚時，霍震霆一句郭晶晶係下嫁霍家引發熱議，而今睇來，並非客套話，而係對兩人關係最精準嘅注腳。郭晶晶作為奧運冠軍，有着堅韌不拔嘅意志同樸實無華嘅品質。喺郭晶晶嘅影響下，霍啟剛漸漸褪去咗豪門天之驕子嘅架子，佢養成咗凡事親力親為，唔搞特殊化嘅習慣，呢樣亦為佢後嚟主動公開財產、貼近民眾打下咗思想基礎。更有媒體直言，霍啟剛敢於主動公開財產嘅底氣，離唔開郭晶晶嘅價值觀塑造與精神支撐。郭晶晶用自己嘅行動詮釋咗咩係真正嘅價值同意義，佢令霍啟剛明白，財富並唔係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嘅唯一標準，更重要嘅係對社會嘅責任同擔當。喺香港市民嘅街頭採訪中，一位市民流淚道，睇到佢公開財產，就知道佢係真心想為大家做事，唔係嚟鍍金嘅。可見霍啟剛主動公開財產，唔單止帶嚟口碑暴漲，更贏得咗長久嘅認可。心有敬畏，行有坦蕩。而今新嘅公職征程仲喺開啟，霍啟剛依舊將目光聚焦喺每一個社會議題上。佢關注民生問題，積極為改善民眾嘅生活條件而努力。佢關注青年發展，為後生仔提供更多嘅機會同平台。佢關注體育事業，推動體育產業嘅創新同發展。佢嘅經歷警示住所有公職人員，唯有腳踏實地嘅擔當，先能夠換來公眾對透明公職嘅深度認可。喺未來嘅日子裏，我哋相信霍啟剛會繼續以佢嘅實幹精神同擔當意識，喺公職道路上書寫更加輝煌嘅篇章。佢將用自己嘅行動詮釋咩係真正嘅豪門擔當，咩係真正嘅公職人員風範。佢嘅故事亦將激勵住更多嘅人，無論身處何種地位，都要心懷敬畏，勇於擔當，為社會嘅發展同進步貢獻自己嘅力量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